讲压力、说压力，咱规世人拢爱面对压力。有的学生便若拄着考试，就紧张甲一身为溃疡；有的是一直放屁，放甲毋知影是肠仔咧烂，也是身躯还阁咧大。讲神经、说神经，咱规身躯拢有神经，尤其头壳内的脑神经，随时活跳跳咧接受刺激，产生化学变化。经由脑神经的传达，学习甲压力会影响咱的大脑哦。人讲心理作用，毋是干那心咧想念念，大脑其实已经舞一出来。学习学有上手，是大脑甲长期的记忆变做2倍质欠欠。所以讲，接讲嘴会顺，接做手会钝，坚持会真做专业。拄啊好的压力，亲像宝，刺激大脑，互咱学习搁较好。头壳顶的，咱会装好水水；头壳内的，咱要安怎要伊？2019年10月2日，新代杨延光教授报互你知。